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来到的是苗栗公馆，要来造访的是川龙豆腐店，一块来看看。因为呢，它是完全纯手工的，不加像是石膏等等的一些化学物质，所以豆腐香浓有弹性。而原料呢，也是选用台湾的有机黄豆，业者就希望能够借此增加农民的收入，也和红枣香结合，在这可以喝到红枣豆浆。天还没亮，凌晨4点钟，川龙豆腐坊点亮微光，开始磨豆浆。豆子研磨的声响在清晨特别响亮。3年前金融风暴后，吴国珍离开了竹科，最爱吃豆腐的他决定跟老师傅学习这项传统技术。慢慢的熬煮，豆浆热腾腾，热气往上冲，黄豆香气很香浓。盐卤做出来会怎么样？会比较 Q， 然后有弹性。不论是冷却还是压磨，事必躬亲，跟机器相比，至少要多花5倍功夫。它没有办法像石膏的那个豆腐，或者是 GDL 葡萄酸内酯那种豆腐，可以大量生产。吴国珍坚持让这传统的豆腐拥有扎实的口感，所以跟朋友陈淑慧开了这间手工豆腐店。要强调在地价值，他们还选择跟台湾农民合作，种植有机黄豆作为食材。这个是台南4号，很适合做豆腐。用台湾的黄豆是希望聚集小农，再把台湾的优质黄豆种回来。不可能一直把黄豆从外国一直进来。然后第二个是在地的人，在地的农夫种下黄豆之后，对土地的滋养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黄豆热气混杂汗水，等到黎明破晓，新鲜的豆腐才能出炉。四方豆腐强调有机无添加，为了吃了健康，才一开门就有人上门。手工豆腐一样平价，所以来晚了你是一定买不到的，得要明天请早。香喷喷的豆浆一大袋30元，天然又健康，成了附近居民最爱的养生饮品。要让豆浆与众不同，还结合在地食材，红枣熬煮成汁，甘甜的口感融入香浓的豆浆当中，独一无二的红枣豆浆就是店里的招牌。因为红枣是我们公馆的特产嘛，很营养啊。然后豆浆2个把它加在一起，看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滋味。一杯杯特色豆浆，让民众喝得很满足。豆腐1个吗？川龙豆腐坊重现传统手工豆腐的价值。软嫩的手工豆腐有着坚定的客家心意，在地食材的融入让豆浆也有红枣香。清晨4点的微光下，遇见水圳边的感动时刻。